好，翻嚟咁，今日係呢個4月17號嘅啤梨漫步咁，跟住做埋今日節目之後咧，咁1連4日就係我哋冇節目啦，亦都假期啦。星期六係咪假期嚟㗎？星期六、星期五、星期一咯。星期五、星期一啦，即係有啲人可能如果星期六要翻工啊，即係有間有一間啦，有啲人攞埋假就4日假㗎啦嚇。咁呢一個係清明啊，復活節。復活節唔係下啦，再月尾咩？呢個係復活節嚟㗎啦，已經。啊OK，anyway 啦，我都唔知嘅真係。咁唔緊要啦。咁我哋咧就聽日同後日即係星期五、星期六啦。咁我哋個門市係仍然開㗎，咁聽日收5點，星期六收6點嘅嚇。咁但係節目咧就係冇㗎啦，即係5、6、1都冇。咁2、3、4、5回復正常啦。咁2、3、4、5，但係阿整都未出勤㗎喎嚇。星期幾去啊？你星期五去？係啊。咁星期幾翻啊？就下禮拜五啊？下禮拜日咯。下禮拜日即係9日㗎咯喎。係啊。O K，咁9日喺邊度啊？大阪定邊度啊？九州。九州 OK，九州 OK 嘅嚇。如果九州就係福岡嗰度大啦，咁基本上，如果你問我，我最中意飛嗰度添啊，因為近啲啊，3個零鐘頭機嚇，咁機場又好近嗰個市區。咁anyway 啦，日本就係、就算我上次去完個4國咧，即係我喺我嘅評論之中，我認為係相對冇咁熱門係有道理嘅，都係好嘅地方。OK，anyway 唔緊要嘅。好啦，咁我好欣賞。